主后2026年6月18日，每日圣安公读经。所罗门的财富，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列王记上卷》第10章14节到29节。所罗门逐年收到的金共23000公斤，以外还有对城里人甲贸易商收的税金。伊有对阿拉伯遮的王甲国内遮的省长所收的。所罗门王拍大盾牌200面，每一面用金7公斤；搁拍小盾牌300个，每一面用金2公斤。王将遮的盾牌下伫黎巴嫩林宫。王阁用象牙做一个大宝座，用纯金打底。宝座前有6盏镜仔，作为体的顶面是圆的，双边有手环，手环的边仔各有一座狮徛伫，阁有12座狮徛伫6盏镜仔逐盏的双边边，别个王国拢毋捌安尼做。所罗门王所有啉的器具拢是金的，黎巴嫩林宫一切的器具嘛是纯金的。伫所罗门的时代，银无互人看做真有价值。王有他施的军队甲希兰的军队做伙航海，遮个他施的军队运金、银、象牙、厚、孔雀，每3年倒来一遍。所罗门王的财富甲智慧赢过天下诸王，全世界的人拢想要来见所罗门的面，听上帝赐予伊的智慧。因逐个带进贡的礼物，就是金器、银器、衣服、军器、香料、马甲驴，逐年拢有一定的数量。所罗门王有建立军队，战车1400台，马兵12000名，安置因伫遐个屯战车的城，甲耶路撒冷王遐。王统治的期间，耶路撒冷的银亲像石头遐济，片茶亲像山坡的酸菜树遐济。所罗门的马拢对埃及甲科威进口，是王的生理人对科威照市价买来。对埃及进口的战车，逐台大约7公斤的银，战马逐只大约2公斤的银。所罗门的生理人嘛经手，将遮个出口卖互赫人甲叙利亚人遐个王。所罗门的财富，咱读圣经的时，检采常常有一种错觉，认为所罗门的财富是来自上主的赐福。本段经文其实揭露所罗门是当当时的军火商，靠军备交易，互耶路撒冷成做国际贸易的中心。列王记上卷第10章28节到29节讲到，所罗门的马拢对埃及甲科威进口，是王的生理人对科威照市价买来。对埃及进口的战车，逐台大约7公斤的银，战马逐只大约2公斤的银。所罗门的生理人嘛经手，将遮个出口互赫人甲叙利亚人遐个王。简短的几大字，说明所罗门掌控的经济体系，实际上和军火买卖关系密切。马是战争中不可欠的资源。一个无良心的生理人兼政客，若想要一直趁钱，最大的目标就是互战争袂当落幕。换句话讲，
即种人袂为着和平努力，因为各国之间的张力，反倒会当互伊的财库不断进账。通看到经文记录，基本上是所罗门的财富清单，内容侪甲互人无法度想象。所罗门打造的政权和经济非常强大，伊的生活也是极度奢侈浪费。宫殿内的器具用珍贵纯金和象牙制造，还进口外国货做享乐。经文阁指出，全世界的人拢想要见所罗门，一睹伊的魅力，听伊传讲上帝赐予伊的智慧的话。趣味的是，经文中并无注重伫所罗门安怎传讲上主的话语，无记录伊讲甚物智慧的话，反倒拢是伫罗列伊的财富。当初伫旷野流浪的以色列人，会晓伫因一无所有的时，倚靠上主供应。但是伫所罗门时代，却甲重点放伫拥有财富和权力。人的焦点不再是上主，反倒是伫不断高颂所罗门的伟大。这点差不多毋是过去的专利，伫被演算法控制的今仔日，电好业更较容易引起人的共鸣，搁获得更较侪的人的点阅和按赞。连牧者传讲信息也爱靠人工智慧 AI 编辑成做华丽文字也是影像。人性总是向往东方富丽的景象，直到咱甲信仰变做现实动态，甲当下趣味的、感人的、震撼的浓缩做大文发送。米其名是记录文典，实际分心踮其他事物的顶面。当咱应该凝视上主的时，内心想的却是安怎翕拍家己编辑甲上传。耶稣会神父理查雷诺捌讲，咱常常伫顺利不凡中找找天主，但是伊却伫安静甲平凡的时刻才找会到，搁用散赤、烫铁、受关禁、咬额、喙焦的样貌亲近咱。梦想对特殊聚会年找求上主，甲卡合当作是新约，甲信仰改造做五常识的思考，舍弃理性论述，最后信仰将沦为感觉。检彩财富会当彰显祝福，但是真正重要的是，咱伫每一个平凡的时刻实践上主的话语。默想，聚会的时摕手机翕相摄影，是毋是会互我分心？我通伫每一个平凡时刻体验上主的作为无？还是简单伫特殊聚会内面才有感动？聚会时摕手机翕相摄影，是毋是会互我分心？我通伫每一个平凡时刻体验上主的作为无？还是简单伫特殊聚会内面才会有感动？咱做伙来祈祷，全能的上主，愿你开启我的心眼，互我看清你的旨意，明白信仰并毋是一时间的激情，是坚定军队。求你充满我，互我军队你，准备心接受你的差遣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